Sado, sado, sado. Upos，假是第九節即個部落邊嘅經，特別我講差不多就要30字啫誒，特別老人唔使比較貴乎30字，老人一半字買，到你上下你聽你買，所以假是第四個部落邊，第四個部落邊就是講即個智慧 wisdom， 大人若要跳出高海，本加減就要有智慧。安尼你看頭一個部落邊就是講愛大量，以後 practice charity 以後咧像講愛大量，第二項戒，安尼叫我即個戒我有講，你看伊出世做哪家，出世做靈，伊甘願死本袂要緊，人下啲咧人安尼啊，了人用卡伊下面，伊個是一個紅光來着。你看伊唔敢，安尼伊講啊，若是我開我喙呐，我氣出來呐，人死，所以伊唔敢貪漸，伊個一戒，安尼受苦一月之大，一個人安尼。了第三戒，好似我講即個第三戒是伊 let go， 伊放下甲了出嘅好似我講，你看伊 from 咧。伊每來做王咧，你看伊教會攏總伊放出，即條我本講了，睇下第四個部落邊，即第四個部落邊，伊即條經前一長，然後你人若是有驚來叫人來聽看，就囡仔就愛聽着。你看伊7歲呢，伊安尼教，一項，伊心一項，伊做7歲呢，伊會做啥發光心事了，互人了。所以今日我是要講一個部落邊嘅事。特別也未講嘅故事，我常常要講，即個智慧是對咱要跳出高海，咱真要緊、真重要嘅物件。安尼人若是講像我頂個禮拜我講第三個部落邊會曉放，會曉let go，會曉出家會攏總常講唔係。特別我人無叫你講大家人見迄甲家會無，這是家人。有的人若是講伊只要行出，像我呢，甲了買了。特別老人有得講是 let go 無像咩，唔通去執着。人迷路，唔使去收啲心肝，你到落會輕嘅人，你到落會講大量，未大量了，幾我做講頭看到伊我就接受咗伊你安怎要做好 let go， 所以這個就是第三個部落邊。這第四個部落邊，蝦米數智慧結合甲一個下個部落邊，第三個部落邊。你這邊咱要知一個智慧有這個11項，咱就要知點要知。一個人講我要出家，伊聽到經書，我講我要出家，這邊本有的罵，甲有的冇幾驚，我知講有的冇講唔通點去說我咁定。安尼咩事伊驚講聽個。聽小姐對小姐說完，我講出家啦，了無賣驚賣袂使。你看我出家，我放甲了是because我甲了照顧了，驚大漢了，攏總一個驚兩個孫，一個驚3驚6個孫，安尼我本放互人去食富貴甲貴一世人，無論你要想出家會使出家。都本事安尼出家本事起口，我摸你放你無半項苦較慘。安尼actually是真啊苦，所以人唔通想講你下次唔通來對我聽小姐了，本尾出家成個事完咯。我知一個查某講唔通去跟去聽這經阿咪要做阿咪，安尼伊唔會講阿咪事，出太你去出家，我是你是人呢呀，所以這邊唔對。那這頭一項你要知one renounces without fulfilling duties， 一個人若是一出家離開世間。伊無做伊責任，蝦米叫做出家？這個是走路，無賣驚賣，你死哦！所以無路邊要做驚man就做無去做查某間做阿咪袂使。你看伊是達到太子伊出家，如果王將達項照教，然後你看伊才會使出家。若是無照教乜啦所以這個頭一項，你這要做咧責任對你阿媽甲你阿爸。有的人阿媽阿爸是看你是粒驚呢，即係或者你看第9個部落邊，你看嗰個人伊常出家，這先地，
12年到底8点小嘛，按照阿爸按照要未成功就是未成功。所以这边你看，这边大南这里部落边头前咱要解做了责任，才会使出家。但你老人无做责任，一出家无上，唔使去对这个六根的爱，这你就咩咧？但你放迄个这六根的爱啊，是真正看头放，所以做咧有志对咧阿爸甲阿妈，你无甲你讲好事了，等你看咩会出家来出家。你头一项，第二项，你看好似我讲头一道保持。有位人听了保持，伊无智慧，讲保持啊，说完了讲保持啊，这边可好？但係我都讲喺啲路邊頭嘅數啊，我大姨婆來啊，我入老官厝啊，睇下老官厝掛擺，我無亂堂對啊，你係無大浪好我6號然後我搭車一頂單，變姨婆你做好心好我去見我無驚，你講個字口，你聽了不有影了，你切6號然後，呢就是講無智慧，所以這第四個 factor 第四項冇得講。愛保持本是愛用阿解，要有智慧。安尼遐米算啊？这个人啊，伊甲你讨600元，他等过一个行去，过一个上个故事，伊个讲互别个查某，好似伊讲20-30人，但是一人可以6块，10人可以60，20人82块，一个是3000几块。Even university 人问题安尼，所以我前下久啊，我捌大陆军厝一个我捌查了。这个人渐渐去讲咧话，你渐渐包你头壳，伊讲你看我把老军厝转来，了我头壳咧哦，啊不，伊包伊变的，了有自己啊，大啲老军厝的是隔壁人探进来了我人看，伊是来是热病，特别骹包咧包，了买来我人看，甚至是伊摕，特别讲我无摕，超的地下有影无，买来我一个等等真啊搞，你骹咩事？我头壳。开互我看，你骹布内面包咗几10块的，再20块，10块。所以你看啦，你一切你破布你变啲啥？伊个是切垃圾的变啲，所以人动都唔敢。所以你困的时本人唔敢去偷切嘅类，伊个就只去买下咩，去吹啊啲臭的肉来去下落去，一看了成出汁咧。所以这个是咱要用保持，爱用智慧，这第2项。第3。Dana with wisdom is paramidana。保持有2號款嘅保持，一號款人保持啊，伊是無智慧，伊無智慧嘅人啊，伊愛做好，但係伊把你識得可以叫伊做好，伊唔是講智慧可以做好，伊講保持啊，保持講我聽講保持後鬼出是好嘅人，所以伊這個啊保持啊，伊講。哎呦，快啦！唔通你自參啦，後句我要出事做好日人啦。或者講跪落去後句我要做紅友啦，大跪大磕頭啦。所以這裡啊，這裡安尼款嘅保持，佛經嘅仔嚟講，Vata Dana，Vata means round，啲生老病死嘅保持，漸漸你拖要出事，關鍵嘅人，有類嘅人。特別這個人若是啲保持，伊用嘅智慧來保持。這個人就是種paramidana是咩啊？要超出苦海嘅保持，而且超出苦海嘅保持是4項款嘅行。頭一個款嘅行，伊啲保持嘅是，伊有了錢，伊買一包嘅粿條互伊媽，安尼伊啲買粿條嘅時，後來又趁下我媽，就講啊。古時我睇下會趁累，我睇下就阿妹我去大陸我食這個粿條好食，我要互我媽 try 看真正好食。所以買這個時對前，我媽古時教我人，我阿爸少年無我媽教我人，睇下我當有累有錢，我要買淡薄好好咪叫我媽食，阿媽你去嚟食這個粿條，你實揾到好嚟嘅粿條，所以你啲保持咧嘛，係咪你個叫有錢，你嘅保持是叫做。Parami 嘅保持 ，Parami 是要跳出苦海嘅保持。安尼伊無這個我要學 this old lady， 我 mother wonderful mother， 要學伊食好。安尼我要答伊情，這個是好嘅人啊。這個把這個頭都跳出苦海。有時伊唔是對錢嘅事，伊是對少。安尼伊嘅嘛本是有累，安尼有時讓
阿爸阿妈佫有伫，但伊真正烧烟嘛，因为烟嘛真正故意啊，几粒啊9月落雨，看咩来穿个一条衫，哦，你看我骂过啊，有时半暝起来，你看我腿干塌了，你喊我啊！伊即个伊 love 烟嘛，伊他妈是情，他那是烧，即个烧的心本是要带伊要跳出苦海两项，佫一项。是对极限，哎呀，我嘛即帮食袂落。妈妈，你点点去拄咧路边厝，路边饭，一半时我买淡薄，也是我带你去倒落食。你知咱去别位食，佫毋使洗半碗来啦。妈妈，我对我去啦，食了转后，你转来去困了，你毋使洗半碗，我看你自己敢拖到半死。是对极限，伊个胆那是巴拉米个胆那要跳出。第四项个胆那是啥物啊？一堆有底责任，因为咱做人甲禽兽无相，咱做人是有阿解，禽兽伊是戆无阿解，所以咱做人啊，就要想讲我啊嘛饲我把这个饲囝，我囝要饲孙，一代过一代，这个就是人的有底，人的责任，所以我的有底就要顾。我若是无顾我嘛，就是要顾，要叫我的别个叫只手边来顾，无是我的丢弃。所以这个本是叫做巴拉米的人啊。咱若是讲我报时了，我听后悔我出事，真正关键的人，这个就是阿妈话讲，像个 investment， 像个买 share， 希望后悔我要大赚累。所以这个就是 investment， 人啊，就是讲啊。有啲世间的位被跳出来，所以人后过会记得报时，看你的心上面，这里是第三项，你要知。咱第四项，咱人若是你知无，有个人听经了一信，伊讲你看书文拢公平，伊听了真正明啦。你看啊知啊，伊讲报时要紧啊，就报时啊，就报时就报时，特别听了相信了，就要有地位，相信了无地位啊。是啥互人看顾？结果我本身毋是讲我咬你啦，特别我是咬讲话，咬切人的心肝，听人了讲啦，就这啊，就这啊，就这。and then 这个就是叫做 blind belief。blind belief 啊，互人看上个牛安尼。这啊，这这边啊，你后过出是西天啊，这向边后过你出是北天啊，这边后中天啊，就透过做这啊，就这啊，无你本做你来这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blind belief。就不道噶，萨达是信力无地位，互人看上个牛。特别我爱过一项爱warn你人啊，过头地位了无信力，本是冒险。安尼啥物啊？安尼看较济是一个回声。伊真正搞，哦，伊this来去，翻来翻去，听了真正有理由。and then 我听了一直心。and then 伊这个就是一搞，伊搞路变来变去，是无你报纸了，后过路安尼，这就是讲啊，伊地位上强，伊信力无，伊是干宁就是讲真正真厉害安尼啦哈，真厉害。所以这边嘅第四项、第五项 ，wisdom as chief factor for all paramis。会记无我讲，人要跳出苦海，就要有这个10个波罗蜜。and 这个10个波罗蜜啊，像讲你布施、你受戒、你之后放迄工，这个了拢总的这10项嘅波罗蜜啊，伊为了这个地位。Every of this 这个 parami 这个10项 parami， 你特别有地位，你无地位啊，迄个 parami 袂识，像甲迄个话，你看咧话，你安尼大粒，特别无日头来拍，伊袂反识，伊袂识。So all the parami 教佛经嘅就来讲，达嘅 parami 要可以识，要可以完全，达人要做菩萨，还是虾米要跳出苦海，伊就要有了这个地位 as the chief。做大哥，但人这10项，这就要大哥。你做虾米物件，你无地位，你是戆做；有地位啊，你做了你在，这是第5项。第6项
Only when wisdom is near maturity, body starts able to give 这个 limb and everything。这个人啊，伊若是讲啊，伊的这个地位直直识啊，伊的保持直直无相。会记我逐个讲头一季女人保持的时，我若是讲经个人听了，听了一个人头一季保持，伊真去阿咩啊？加骹穿加骹，一般互人头先。这个伊 maturity 伊保持的巴拉米无识。特别若直直做一识嘅时，讲哎呀，按照渐渐也加骹加舌互人，个加骹穿卖食嘅物件才互人。一般时我后加多浪。咱你看到伊极善感动的心，阿伯，你袂无啊买一后的，我通哪食粿条汤，我买一个一碗粿条汤，互你食无？啊，这个就是讲啊，伊的这个保持较熟了。特别若是个直直做落去啊，伊即个互人啊，伊更好物件互人了。伊无讲啊，我食物件，我食咩，我互你虾米。and 你虾米说，伊 maturity 啊，伊思想无相，and 这个虾米思想无相，and 你讲伊地位直升，直做，伊想无相，咱家己趁食好，趁咱这个后代来讨，好物件可以食，咱别个日会趁食好，伊这个人啊，无家己趁食好，今日伊真福气拄着我爱互伊好好的物件，所以这个你看思想无相。古时你知无囡仔啥来咯？囡仔人有钱甲爸母，来爸母破病，咪讲阿罗我骂古时教我，伊有钱伊有笑。咁你看啊，你看人直直无地位啦，看啊你看无地位，你讲无地位，人真啊肯定细汉的呢。啊，这里古时我读册时啊，查某头长又无木起个咋？你人看我老无老，你看古时我系面头长。了你阿咪我色线，阿咪胖胖的样嘅白衫子啊！咧老眼睛或者捌看着，伊若是滑头，我上咩啦？你这个来尾输互人啊！我是手的头毛拜16拜，3年过了未？古时无像，做看人直直变，看人你再无囝的理由，就讲，女人阿爸嘛生我，你的责任要顾我。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咁样拢讲the time is changing。所以这个actually唔是，伊人睇下人讲，睇下囡仔真正搞啊，细汉啊要讲烦恼话，阿莫话国语，了伊出来讲福建话，一般福建话是更讲话，四项话一样讲，睇下囡仔真正搞，这个唔是搞，这个就是这个地位甲知识无相，这是啥知识啊？worldly世间，特别这个。地位的巴拉米是现今的地位，唔是世间法的地位。所以要咱哋 differentiate 可能知，讲这个地位无相。而这个人啊，伊若是直直保持甲三拜，伊尾来伊上久，伊手伊骹伊敢毒互人，而伊目睭敢恶互人，虾米时伊敢做安尼物件，因为伊地位直直来，直直上，直直来，直直上。所以你看，到伊个来保持啊，伊无分开看，是我的朋友，还是别人，还是讲我的白白当人，还是个人来我无拍惨，伊无 differentiate 一个，伊无论讲这个是查甫，还是这个查某，还是这个老，还是这个少年，还是这个水，这个无水，还是这个是禽兽，还是这个是人，还是这个有类无类，伊搞了无分开，安尼款会保持，安尼款就是讲。地位做甲伊三拜安尼样。第7项，若是讲一个人无这个地位啊，伊个界本无够，未讲10分的硬。你看我自己前个我有讲咧灵的故事，你看若是讲一个人啊，伊真若是起个贪了，人讲伊有5戒，特别若起个贪，有时咱本会过头贪心了，咱讲啊。你会互我这个物件？无啦，我本够用呢呐，实在伊较加过够用，特别伊买互伊讲安尼话，这个就是讲对贪伊界袂100%的表。伊敢讲一句话，我够用呢呐，我袂 spare 路，实在伊会 spare 这个物件，伊买互，所以这边这个贪心，也是这个圣地。伊要修这个界啊，伊死啦，伊界袂100%的清气，特别有了地位，伊100%的界会清气。第9项，
Only people with wisdom can view sense pleasure, sense objects as danger. 人那是有智慧啦，这里听下来咯，就听下这人无 agree。人听有智慧了，伊把路看到世间人就讲好的物件，伊会看到是冒险的物件。虾米物件好的物件，咱就想看。真正这人讲，我若是做查某，我交往就一个查甫。日暝渐渐摇到我，就摕到先攞darling啦，我家啲先攞2000塊，好咯。又媽後個日啦，darling 攞2000塊，你唔使3日嚟講，你開下面鐳朗中一搞彈鐳好咯，隻頭對來漸漸大啲厝，一看你無用刀抱鏡，你煮飯一撲一個鏡，你啲洗衫一掃地，啊咯，安尼大波人好啦，我真是笑好樣。所以这个啊，人讲啊，做我来做查某，我真要大，真要好，特别冒险咯。按照冒险啊，因为对手要离开的时啊，会靠。因为伊太好啊，伊要破病，伊若是破病，是讲伊去出去外面 telephone 来 ring，who is that? Hospital. Mr. Tan Akal， 你查甫人了，是。入落關注，哈！人都看啦，轉了，人都看病了，吹大了，你做下面都唔知了，人都企落關注都看，哎呀唔知人了，人都啊，本來那是有40斤嘅紅公啱，40斤都行㗎了，人我那是要撈路啊，或者我那是唔是會唱，我要撈路，真正用撈啊，阿莫話講 is a drowning man。哈咪咪講一本章，所以我那是要撈阿嫂啊！你大部人冒險咗，我做一個天生可以過一個 guarantee 好嘅。我講一句話 guarantee 啊，你無你都唔去找你，特別我係費事12個，所以啊，得12個你出來了，我係啦，到頂硬講到天講到，後面到直卡直關啦。然後我第4、3念啦，唔知念腳無腳，你咪唔知。我念經你啱，我喺度人們講我要念經。啊 ，maybe 我當然做你念了好了，你12個教我了講 OK 啊，慢也好，再攞起來 telephone， sudah mati。你知無啊？你好，你會調鋼絲，佢經嘅再來，不得得啦，安尼款嘅事啊，頭鬼走嘅咯，太好太少，唔得講好嘅物件。車開嘅時啊，想得多啲掛安尼啊！伊若是超大波人啊 ，hello accident 啊，你 husband accident 啦，呀啦，大把啦，在上面，ada senang saya mati lah, tak ada senang tak ada mati lah. Ini apa sih? Tahu orang kata si kata aku. Semua kau, tak ada yang kau suka lu suka lu bawa kilo tu ni kun di tahu kau dia. Jadi lu bekun lah, becak bekun bepangsai bepangjo. 大氣慘咯，氣量啊，正話我講大氣量，所以這個人人有智慧看了無像，這裡我出街時我講嘅時候，我看到我某個我囝像個紅公仔呢，你再多一下，囡仔去做物件，你囡仔啊一桶嘅物件搬出來，他定你家咧，就是叮咚咚咚去做。你去做就久，到個一個冚站你大漢了，你讀冊了 ，university 出來了，阿狗啊，嗱你再去做，媽媽你笑啊，我睇下 university 出來你個嘢我再去做啊，後面所以講嘅呢話 immature 食了老了，所以你看，這裡真正濟人老人，學咗老是老啊，唔 sorry 啊，我講人老是老啊，安啲是安啲啊，呢個囡仔個。老咗一個，阿女為孫乖一個啦，就睇下阿媽，你阿媽諗見你孫幫你啊，幫咗你啊，你食包飯，你爭egg飯，啊，你前日達啦，啊，你煮少，你煮khó，所以這你看，這教人 ，people of wisdom can practice tolerance，人無智慧未吞論，人有智慧會吞論。這個屯論無像啊，有個人講屯論，趁金準，但有個人到頭邊講屯論人，你頭前骨你知無？所以真正濟人講，我是屯論，甲未屯論啦，我做屯論你做骨哇，本是叫做噶，
特别少看的人啊，伊是无智慧。我听过捌讲一个 Greek 的 philosopher， 伊逐日来学堂，伊教伊学生，咱自己针无针，伊来去学堂，一面后面臭，了人学生们，先生安怎今日你面后面臭，逐个你来，你一笨喙，然后流热，你真啊清。伊讲，因为今日我某无骂我，哈，无骂你了，你就识啦，是啦。伊若是骂我，伊互我一个机会通吞论。今日无骂我，无机会通吞论。所以一般时咧，大部人骂路人，做上啊说句真正才气咯。伊互我一个 lesson， 互我吞论。伊若是无骂你，你无机会通吞论。所以这个啊，第10项 wisdom people can understand。人有智慧，伊目你才会看到来出事是来担苦。人无去追甲世间的物件，你讲来出事来担苦，无到啦，无人达到 enjoy 啦，你人袂晓强啦。一个人去讲安尼话，伊是追。所以人若是有智慧啊，一看正来出事是苦。and then 伊较深的智慧，伊才知讲，这个苦是对惜对爱。像大妈我哋讲，无惜无爱，得路叹苦。第3项，伊看着无对这个不正道，我未脱离这个苦，所以行着就要对不正道。第11项 ，no wisdom meditation useless。真正一人，我要坐禅，我要坐禅，但伊无智慧，伊未晓观，未晓看，伊未看着无常苦无我，伊未晓看着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是虾米物件，伊无看。到伊无看着这个，伊无这个智慧，伊未谈还要较悬的智慧，较悬的智慧就是讲伊看着虾米是立团。所以这个人若是无智慧，伊安怎坐禅，伊未进步。所以到这边，你知智慧是真正要紧的物件，你人 actually 要 practice。所以我这边就特别讲这就，咱的菩萨，释迦牟尼佛伊去做菩萨的点声。伊训练伊智慧甲三拜，伊真正完全。出世第7条故事是叫做马虎萨达，所以今日的经是讲 The Life Story of 马虎萨达。咱的菩萨去做马虎萨达的点声，伊安怎搞？伊去做菩萨的点声，4000几劫甲100,000大劫，有了3道，伊随生随出世随会讲话。这个就是马虎萨达的点声，头一道伊来出世，伊会讲话。伊来出世的时啊，头上咧，我讲伊故事。在印度真正古的点声，有一个王，这个王叫做维德哈，大一个主妇叫做米吉拉，这个王有了4个强人，这个4个强人，一个是名舍那个，一个名布古萨，一个名嘎宾达，一个名德宾达，这个4项 ，and then。点无点，咱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伊去做菩萨的点声，大地天顶伊落来出世伫世间的点声，伊要来训练伊的这个智慧甲三拜10分的完全。咱伊来出世的时，投胎伫的马的巴当是一个平常好野人，叫 Brahmin。咱伊来出世的点声啊。天公就只要何知讲，这个囡仔来出世，唔是平常人，伊是一个菩萨，修了这个10个波罗蜜的苦，差不多要10分的完全了。天公就只安尼，伊只要出来的时，出来这马为了天公也这个物件，互伊认，伊认伫手这个物件，咱伊再出来的时，马在人看到。我将伊妈咪物件伫手，伊答应阿妈，要紧，天顶的要紧，虾米病本会好？所以天公就只要互伊这个物件，是要互人知，互伊名声头，所以来出世的时，杂就款要紧来了。这个
这马这看着安尼物件了啊！我真正来路看，我惊过晓讲话，我问安尼俩问，只问啦，伊讲会讲话了。安尼这个他啦，这安尼啊，按照做，伊做伊帮助本正有破病，伊有一个病啊，伊想讲伊上官啊，伊头是这个病7年啊，喊么先生本医袂好，就病我啊。照佛经嘅再来是讲，咱叫 migraine， 你知 migraine 人叫头风啊。我想真正有个人有听到安尼病头风，针请。and then 尾来喎，到我叫我安尼話，我淡薄我呢，想個引起隔一病。then 你發到講，哇，我叫安尼 special， 了何嘢名是 child born with medicine， 即係囡仔出世雜藥嚟，但所以名Osada Kumara。Osada 是像一雜藥嚟 ，Kumara 是像金嘅人，像金寶嚟啊。and then 真正嘅感風啊，攏總啊，逐人聽到安尼樣，一個囡仔出世，佫會講話，and then 佫會摘物件來，逐人來醫，and 你來想看，10人來討10人好，所以名聲直頭，and 伊個爸就按照想。我嘅囝今日來出世啊，是真正大才氣嘅囡仔。and 因了佢就係相信安尼啊，若是好嘅人，伊無講一人來出世。你看咱嘅這十大道太祖，伊來出世嘅時啊，4月15，佢一日伊來出世，伊個耶穌哈拉本來出世，耶穌哈拉就來做耶母嘅，本來出世，佢一隻馬本出世4月15。但佢咧伊個馬攞啲帶伊過伊嘅，本是4月15。所以一個好嘅人啊，若佢來出世，伊是規頓來，規頓做好，規頓要來出世。所以我逐個講結好緣，咱其他都規頓，無定到咱結緣，或者若是我無定到，我若是個漸個來出世，女人去結緣，或者個來出世，我來出世，女人本來出世，病，特別無相拄來，咁攏拄驚病起來，攏總規頓。你看佛經嘅再來啊，一個Jataka story， 逐個咱嘅這菩薩來出世，聽到薩利普達、蒙嘎拉那、阿難達。Mahakasapa, Anuruddha， 攏總佢了來，即離高本有騎馬有巴拉灣啊，攏總來，佢了規頓。這裡早幾禮拜我是講嘅經啊，我無寫出來。你看這像這個去做靈嘅事，本是伊是做菩薩，伊個哥是薩利普達，伊個阿叻是摩根人，了個一個是阿難達，了個一個人講救伊啲海是有巴拉灣啊。咁了規頓，伊人來出世，伊人叫結好緣。所以這個伊阿爸就想，我係驚日來出世，驚到這個北間，這個師弟真大，按這個師弟驚到真像安尼點聲，像安尼日子，驚到真正濟來出世。所以伊阿爸本身是一個好野人嘅Brahmin，一隻門，驚日安尼點聲，有人出世，有一條街門，按伊看到迄個北間1000個來出世。and then 伊面好野人啊，伊做一個巴士，了叫這1000個囝，個了攏總大母帶來 ，then 伊做一個啥講，咱做啥講滿月啦，滿月個開個了，逐你予伊阿爸有鐳，個了逐人3塊5零嘅鐳，蝦米鐳個了，意思是講咱了巴士這個1000個逐個去到伊人規頓去佗，伊人結緣啊，人規頓去佗。所以這個囡仔個了一直大漢，有一日針無針，這囡仔1000個逐個規頓佚佗的時，一日針無針佚佗的針聲，大啲一個空地闊，佚佗啊針無針落雨，到這個落雨落去了安怎做？攏總毋是走人叫做車公雨，無條地的來啊，啪，攏總走去吹啊咩吹，唔通去壓着，按1000個撞來撞去，拔到雙幾那個。and 第這邊啊，伊這個咱嘅菩薩，佢叫伊名是名Mahusada，所以這Mahusada講，你看啦，因為咱來去佗就是 open space， 啊，一個闊嘅所在，無一個講一個厝，互咱去佗，咱安尼今日來就壓着吼，睇下咱來想咩，來起一間厝，像個 stadium，
像那 stadium 那个啦，你看伊，佢就係是差不7歲呢，伊要做一個 stadium 啦。and then 伊叫伊一千個朋友，你人家咧摕落來，大人摕1000塊，and 人家咧 Brahmin 家咧有鐳，所以1000個摕1000啊，你人算啊，1000人一人摕1000塊。and then 伊講咱來起一個，伊無叫 stadium， 伊講 big hall。and then 伊叫隻杜剛來，我要安尼做，安尼做，安尼做。即杜剛本時啲起厝嘅啊，講話我看你做較安尼，我真正安尼 complicated， 安尼亂嘅厝，我袂曉起安尼款嘅厝。伊講你袂曉起，我教你安怎做。and then 伊教伊安怎，人講拍水是咩看安怎 level。如果你就要看一個地板頭先翹嗰個 level 嗰個好時，and 伊用水路。你看7歲囡仔就無人教伊會使水路，伊講你用水路，你安尼，然後你要安怎做，你就要安尼起，你就要安尼做。and actually 伊是像 architect 安尼，安怎畫安怎做。and 三擺伊做好了啊，身邊嘅人講啊，上加像4大金剛起嘅厝安尼。and 伊這邊啊，伊做了，人家大，唔是上下賺啊100,000無路用。佢走嘅女啊，你知我會記我先做工嘅針聲1939，我會記啊，古年起咗一個針頭厝，一間針頭厝有樓頂，個針頭厝22塊23塊，賺啊200幾千，所以佢走嘅女你看真正大。and then 伊人做隻 stadium， 伊做隻 stadium 啊，一格，有一格。你知佢走嘅針聲，無人騎摩托卡，無人即個，然後嘅人坐轎，還是坐牛車，有嘅較好嘅坐馬車，安尼較濟是行路。安尼人要去一個所在，無 rest house， 無講 Marine Hotel， 還是講 Cinderella， 咩個了無，所以攏總是啥物啊？伊人大 rest house， 有嘅有類人起這厝了，互人過路客遐名。安尼你看伊做伊 stadium， 伊係有一個伊互過路客，可能係睇遐名。嗰一個伊雜最主要是無厝會使去大遐邊，做條件人大嘅厝一個。嗰一個啊，到落一個過路客，查某要生囝，到落伊互你另外一個。and then 伊過去一個所在，伊嫁去或者 Brahmin 或者會商，未使參加在家人，伊互一個。and then 嗰一個伊做過路客，特別做生意有嘅牛車載貨。and then 迄個一個伊互大家嘅人有房間，甲有裝間，所以因來牛車過，伊會搬伊牛車物件去係伊嘅裝間了伊困。and 這個敢若是互人大無鐳嘅。and 嗰一個伊做 stadium， 互人佚佗，囡仔會佚佗，1000個囡仔會使佚佗。特別在無伊也未出世嘅點聲，聽人咪講，伊也未出世嘅點聲，響邊嘅國王，但係我講金維利哈，即金維利哈點無點忙咗一個忙。伊講哦，我王中嘅內面，王中嘅這個行為4支條是火來，懸上加講一個厝嘅懸4支。and then 點無點做啲當起一支嘅火啊，懸個3擺動就天頂，所以起來是叫青驚，即叫青驚了就叫人來搶人來猜這個夢。then 伊這個4個搶人，這4個搶人，像大媽我講，伊本正這個王有4個搶人，塞那加、布古沙、Govinda、Devinda。這個4個就猜互伊講，王嘅王，實在你唔使驚，無冒險。我人4個人是你會搶人，特別你國家嗰要出一個人，伊會搶個3擺無人會留安尼，安尼火起個天頂，所以你這個你國家會出，了王會記，伊人還會安尼，了有自己點無點。到個7年了後，這個王就講，我會記你人前啊，過7年前講我聽，我國家會出一個囡仔，了睇下這個囡仔跌倒落，這個人跌倒落，and then
伊就叫伊个王牌个强人去找看我国家有影有出安尼款个人，伊这就东南西北会北间市场，啥讲吉隆坡，北边是槟榔，南边是沙拉曼，中边是讲觉得这啥吉兰丹，一边到落四位只四个大大个北间，伊人去查到有一个叫做East，中边个位有一个北间。这个北间有影，伊人看无像，尼规个国家无一个 building 一个厝，安尼大间个是 stadium， 逐人看到这 stadium 了，逐人这个人追去个，逐人讲是这个7岁囡仔拍算个，伊去个，伊捡钱伊去个，伊家己画图，逐人看，逐人讲 this is a Superman， 所以。Superman 唔是上讲路人讲咩写背嘅咩，无 Superman 就是讲积德狗嘅囡仔，所以伊这个人查到了就写批王为我人找到了，这个北间出一个囡仔，7岁囡仔，安尼厉害，尼伊起嘅厝安尼，安怎样叫小王？那小王了就是，特别你知无？王伊有这4个军书。所以我讲我这4个军书听，安尼啦，有一个囡仔，安尼聪明，安尼搞一个，我会使叫伊来王中的，可以来住伫这边。特别你知无？你4个本身是强人了，搁要来个一个囡仔7岁要来讲，可较强过伊，逐人无爽。所以这个4个本无像人讲万道，是几个囡仔7岁，搁别日要较老过我人这边所讲我王家。咪啦！你去你厝安尼就是讲伊牛咩？唔通慢慢看，大佬讲安尼牛，安尼有你讲牛咩？所以不要紧，所以我讲互你人听，你大紧你北间，这个囡仔做虾米，你只写来互我知。所以自己头一项，伊看到啥物啊？我想这边真久一条小影咋？一个人对着照伫背一顶面了，囡仔甲了伫一头下底，真久我看有，特别人。擦一个了，这红光人甲了刷来刷去，刷到无去了。有一个咗，迄个是马虎沙达的 story。你看一只鸟加一块肉了飞走了伊这个一群的朋友甲了看，要叫你鸟放咧吧，卖了讲，你看，你人卖晓，你看我做，所以安怎做？伊是菩萨来，伊嚷的声真正响。咱伊用伊走了去打到咧白羊，你看你小英看，伊打伫白羊伊嚷了，噗，你叫脚青姜噗放咧吧。所以这边伊讲，你看，一群人帅卖，伊做这安尼出来，小王个每个军书，你看安尼厉害的囡仔，你看7岁呢，人做卖伊会做会使我请叫伊来卖。人讲袂啦，这个肉赶鸟追卖，我囝嘛是好赶鸟，伊唔好来，袂到啥物食错。你知无？过一个，伊心事啦，一个无类人踮无踮去伫别个甘榜去买2只牛，了转来有那赶一个牛转要去别个甘榜。And then 伊住伫江边，搞到这个江边，伊听海川张翼，特别伫张翼的尖声，过一个来抓踢个牛，一赶个牛一走。And then 你看到人赶个牛是，嗰是乔家人，唔是对了嚷，虾米时你赶个牛，然后咧看你讲，你个牛咩？这个牛是我饲的，细汉。细食饲甲安尼摊我摊是要赶转去啊！虾米时候敢讲是你的？所以过一个咱的菩萨，去叫伊7岁呢。咱你看到这安尼知，大陆一个是贼，大陆一个唔是贼，了人就围来啊！跟老说要按照心，这个讲是我的牛，迄个讲是我买的牛。讲好，你要爱我心一个事无？这两个讲，你心我人看，真正济人伫看，咱伊安怎做？
伊问咧头替的人诶，讲这类牛你好食虾米物件？咱讲我诶牛啊，早起我好食糜，and then 我买一个豆，片诶豆啦，我诶牛食豆，啊好，然后去大边啊，伊叫咧人无类人来，你牛食咩？唔知啊，我是条件人，我诶牛是食草呢。好，来路人老人来，咱这边一号就好的草，好咧牛食，就食了凹出来，凹出来看，拢总是草。你讲你看这个人头体，伊讲食糜，伊讲食豆，凹出来个了是草。啊，大人打手，哎呀，吃回见了咧，安尼呀，真正赢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条样看呢，这样。写过去咧，我讲，嘿，安尼事我嘛是会晓心，唔使讲袂晓心。就虾米安尼是叫呛人呢？就卖伊唔好在。各第三条啥物啊？你知吉林啊人有当时真正巧的，伊蛮老像咱这边有人地同情，伊人无，伊人摕另五色线，伊晓拔，伊晓安怎做，伊人做伊花草啊，拔个另五色线了，像人地安尼切。穿了这个查某啊，伊是伊偷这个线，摕伫江边了去种叶。来个一个查某呢，啊你安尼水一过，你功夫安尼游一过，我会使猜清咩？人去种叶个时，伊了你查某种的讲，你猜看啦。来看安弟几粒线了嘛？你才看错。来讲啦，几粒啊？特别伊穿落去了，伊就会行走。所以行走了，这边啊，长一本未爽就摆起来。还没说你自己贴我了，你自己行走。伊讲是你的咩？是我的，我搭路。所以本是牙路，牙路咧本归到这个菩萨，咱这菩萨讲，你人要卖我心无卖了好。因为你头体囡仔会查某，你做这个五色线，你杨椒停了啊，伊人逐个浸芳水啊，所以这个线逐个水了个芳芳，所以问讲你用虾米啊？伊讲我用一号的物件是，这里已经把你话，伊讲是因为花，真正贵的物件，我用迄个物件，你问你主人，你用虾米物件？唔知啊，我是条件人，我用一号款的花。这个花我浸甲一个水，了一个布我们浸落。咱伊叫咧卖芳水的人来，伊摕这个线浸这个水，了叫咧芳水人卖。你卖虾米物件？伊无互你人知，讲是哪一只个咯？伊讲你卖看这个虾米？这个人卖就讲明是这个花啊！所以讲啊，卖心的时我本知这个人是正正，这无类的是伊的，这个是头题。所以安尼看，安尼本身，伊人写互王讲安尼伊心事，像平本讲袂使来个，无虾米安尼小看物件，你特别可以来王中啊做抢人啊，袂使唔好来个。And then 你在印度啊，在花在这个咩啊，cotton 棉花，伊人毋是常讲在咱棉花长大长，伊就细长来了。安尼你栽就是水伊夹个了，那是啲开棉花像贵的一个夹了白个了。安尼你就搞，你来无搞人头体，人来搬了去卖。所以一个查某伊去搞棉花长的，伊去搞棉花，但伊无做虾米，伊摕淡薄只棉花，有那连做线。安伊这个线，伊栽规日早起搞到下晡，伊连做甲一大粒的线。安尼做的线是really功夫，because伊自己讲渐去做这棉花，即做这线人，所以线真正结，我真正水，真正焦。有人袂晓做线，有诶碰，有诶变，睇有搭碰，有搭变袂焦。伊会做甲真正水。of course，看下咱的线是machine呢，甲了平水，古时甲了是用啲碰去做安尼。所以这个啊，本是做甲一大碗，安尼要成蕊本是济了。咱伊放伫十江边，
江边本是上落去长下，安尼即个在草石边啊，有伊凹窟凹一个叫做一莲花池，了有水伫流来，了互人去长下，所以人去长下。过去一个查某要来看，我啊落了薄安尼水，安尼伊看了伊举走，了只靠对，啥物时你替我山走？伊讲你的咩？伊讲我的，伊讲伊的，过着心事，咱来咱的菩萨，安怎讲是一句的？所以因为迄一个贼的，你这粒山。那边啊，大家你要山，你点要下啥物件？看你下马肚还是你下啥物？伊讲我下就何款会活的笔字，and then 你问讲迄主人，你那边下啥物？就伊讲我下是一个本是就何笔字，啥物款的笔字伊讲出来，啥物长的笔字，and then 开有咧山，看到正，好咧四山讲的，所以讲啊一个贼，安尼本，我讲。我每个军师讲，人可以入来个，这个嗰是小块物件，最嘛要心，安尼啊。特别你看无吃开的时，人看个心，一吃开了，人讲啦，我嘛是要做。你看特别7岁呢，看咱是安怎做啊？一个查某有一个囝，放伫江边，本是去种下，特别到甲这边啊，沾无沾一个药精。这个后生啊，伊是叫罗宾哦，亚卡呢，伊会变做人，伊变做人，变做一个查某。啊，这囡仔安尼跑，其实伊要掠这个囡仔来食，但比为这个后生啊，伊无啥物行动力，伊走不袂呢，袂像甲有诶较歹诶，走是安尼变无了，这个袂，所以安怎做？这个后生就来了，讲啊，安弟，这个咧囝就哈，安尼水安尼泡啦，了摕来泡，大人来看，别人摕，有落来囝水个摕来泡，他落人去用啊，做路泡啦，特别泡了伊一直走，只靠去长一半边对了，本是安尼买来菩萨就来心事，有啥物教路人讲找一个，咱的法官7岁囝的法官，啊，咱伊安怎做？伊只看啊，伊知到落一个是正嘛，到落是假嘛，所以讲好。特别我若是咧，你人要交我交心，你人要对我讲袂好，先请人看，安怎心一个事，一个囝一个，无啥故事有3家字，你听那故事3家字讲出来，所以安怎做？伊讲好，我画一条痕，你扣头，你扣尾。最扣赢是伊个囝，我画 1 2 3，老人叫了，那是最叫赢是伊个囝。你看伊只画背，这个叫马本叫了，别个说那是无叫是伊提起了，那叫做马叫，特别只叫了囡仔好，马的心肝看到囡仔好棒。迄个摇青看到囡仔好，伊妈那有放，伊是要食的，吐死着，咱会骂勒个，安尼只勒个来讲，这个勒个的是骂，这个无怕特别好的是摇青来，安尼讲，这个是摇青，安怎摇青？我讲你听，手岁囝来讲，你看伊目睭是红的，头只，第2项你看伊目睭无圆的。第3项，伊心肝真正定，阿妈心肝真正软，安尼来保持个，别啦，安尼款的物件，你要叫来做王庄来做花书，袂使啦。啊，第6项伊讲，音乐了，有个人啊，条件人啊，伊要补，特别无镭，安怎做啊？像你好个人啊，阿嫂啊，我住咧厝内，如果好个查某干过者阿嫂啊，我爱补一个啦。那你爱我补，你爱做我落仔3年了，我互你一个查某干做无？所以这个人，伊是毒加，初时做工啊，做到好个人，做到3年了，咧好个人讲好啦，那这个查某干你带起来做无？安尼到欢喜了，有一个某了呢，伊安怎做啊？伊讲的无听。
咱来转去外家去看你阿爸，你煮较 special 淡薄，要行，袂使空手转。你看迄查甫好诶查甫，伊讲来转，查甫你啥物啊？我嘛阿爸细细汉就掠我去卖做查某干啊，搁要去转去看看啥物？卖转，也是讲袂使，草本是咱阿嬷，做带转。要伊某搞不一张转，转了要过一个，行换站，甲了变，了要过一个港，过一个港了，你野毒，你知野毒是死卡机的关，你看着你港，你讲惨嘛啦，一个港安怎过，一个港安怎过？了有一个人来，你人无头咯，无头咯，你安怎做？伊讲来讲去，咱每个人，这个港去无？咱看，哦，伊个机会来了，好老了。这个港真正深嘛？哎呀，安尼深了我安怎过？我这死卡机呢安怎做啊？了讲袂要紧，深个深嘛，讲袂啊，讲有这个沙湖啊、沙啊，啥物啊？但是我会过呀，安怎你会过啊？我大这边啊，这个袂啊甲沙湖啊，我过来过去过到我做 friend 了啊。了讲好啦。你交下手互人过啦，但我有碗餐的物件，互你食啦，所以食不到，啊，这食不到了，讲好来过，我带你过，了这个野毒就讲啊，你带你小妹过啦，抱这个外母过啦，过了，确定佢再做进来带我，所以带的某一样的某啲只镜头，咱你手扬碗餐，行到当用跪落去。哇！安尼起嘛是差唔多，这下当是看，哇！搞卡伊这边安尼，死我未过，所以这个人带咧无过了，特别大啲客讲的，怎么先讲我你查某听？你伫对这个下当做虾米啦？你对我啦？可以刷落，别个真正这告诉5-6地这了，所以你看伊讲，你对我啦。哇！逐项就够买车，有查某干无知，有特别无头路的人。你对伊做虾米？这野毒无路用虾米？了这查某讲好啦，你若是唔通帮人我对你啦。所以老人过啦，要做红车去帮人这个野毒，帮人野毒了，咱就交解迄明不要紧啦。我晚餐我洗过，我食过，食了几颗你看落去，我买个转来坐我，伊个行来行去一样。啊！咪说乱那样哦，坐我无去了，你摊那个啲大只个，淡仔好过，摊那个好过，摊那你买来坐啊！啊，人撞来撞去袂使，或者是讲4分咁完啦，我无就要无了啊，浪落去，就行落去啊，这是浅的呀。要对着也无了，嚷啦，嚷特别下毒人惹，进去。所以嚷啦，嚷了，人回来人掠去互这个菩萨心事。所以睇到查某讲，你翁到了一个呐，这个我的翁，你悬的是我的翁，这个一句唔知啦，差无分讲嘅话了，所以安怎做啊？所以这菩萨安怎因3人分3位，安尼叫这个查某来。一个查甫人先哈，伊名咩？靠白白字。你名咩？伊会记，伊个名伊知。了一个查甫人啥名？我煞未记了咯。了你阿爸名咩？我阿爸是伊讲着，你查甫人阿爸，查甫人阮袂记，查甫人阿爸阿妈阮袂记。哦 ，OK。睇问只下读，你名咩？我名野毒，你无名咩？我无名呢，对。你无查甫人名咩？啊，你无阿爸嘛，对。你家己阿爸嘛，讲对。但问这个你查甫老的，这是你无就是，你名咩？咱讲我是龙清啦，哈，管的人啊，伊名我是讲的淡薄人听，我伊讲对。你无名咩？我袂记哦。了你爸名咩？我爸我知啦，我讲你听下名安尼名。你无阿爸名咩？我本袂记啊。你讲你就唔使心了嘛？
当时你这个查某呀，红，你这个是师傅的，你问看是无？是。安尼本连朋友讲讲，袂过啦，无够价啦，无够价说过。所以嘛在下个礼拜我刷了，真正因这个心你看，一行伊几位一直出，未来啊，伊一个人拍倒规个印度，一个王了拍倒100个王，你看伊王伊阿该安怎做，一个互囡仔来听 ，full of wisdom 个了，安尼actually 你看，长山伫讲啊，孔明显空声，摕这条经来用，这条经来，你看。Tigris 嘅位啊，人用这条经啊，就 Wise Man of India 讲你望你瞧啊 ，Six Wise Men 啊，本是这佛经嘅再来，都到这边所有龟头点声，特别唔通跌起来了刷咯，如果4条故事差不多6日在了，都到这边咱来回想，一当命也只能好度。